大家好，我是开教佛教中心的显训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赞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特别版。那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摘要，就是每一个章节的一些就是介绍。那接下去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序的部分，历经诸事。历经诸事是赞都古仁波切他的就是许多前世的一些介绍。那我们都知道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现在他是第25世。那他的最初的转世呢，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佛时代的须摩提女。那这些都一一给大家介绍过了。那之前介绍的是就是这一些。那有简单的介绍，还有一些个别的介绍。那我们具体介绍过的他的前世呢，是须摩提女是他赞都古仁波切的第一任前世。那接下去是大成就者比瓦巴吞米三布扎，也是就是藏文字的创建者。那接下去是昨天有跟大家介绍的是藏王赤松德赞，以及大成就者那老巴。大成就者那老巴呢，其实是那老传承，也是金刚瑜伽母那罗空行母传承的创始人。那是因为他亲眼，就是他在修持金刚亥母的时候，其实他亲眼见到了那罗空行母，并传授给他灌顶，就是修持法。那所以呢，才有了这个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罗传承。那这些都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前世。那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另一些前世。那接下去呢，会介绍的这两位就是大家在视频中看到的，分别是俄译师罗丹喜饶和热译师多吉扎。那译师在古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种在佛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因为其实早期译师，就比如说像在中国我们有唐三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就玄奘大师啊，他主义就是因为早期的佛典都是以梵文来书写的。那要就是其他国家如果说想要学习的话，都必须懂原本的就是梵语。那如果不懂的话，就没有办法学习。所以这些译师呢，就负责把这些佛经佛典翻译成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些语文。那整个过程呢，其实都是相当辛苦，就是包括大家就是就是就是玄奘取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在西藏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就是要有自己的佛法的一个书籍。这些大师们都必须长途跋涉啊，到印度去，待很多年的时间学习当地的语文，然后再把这些佛经佛典就是运回自己的所在地，然后再进行翻译。过程中呢，当时整个的运输啊，整个的就是路途其实是非常不像今天我们可以乘坐飞机啊，我们可以乘坐火车啊之类的。那当时呢，其实许多道路都还没有被开发，就是整个旅程可以说是十分凶险的。所以一行人去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可能回来的就只有少数的几个，甚至是有时候就只剩一个两个。那之前我们有说过，就是像吞米三布差，当时他到印度去，那一行人去了，回来的其实只剩下他一个。所以其实可说这些义士们，他们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取经的。那这里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两位义师呢，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众多前世中的两位。那大家如果我先看一个比较纵观的方式，就是说大家如果看一下他们的出生时间和他们
的就是在世的时间。那大家会看到这里有重叠的部分。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对于不熟悉转世的人来说，可能就觉得会纳闷、很奇怪。那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熟悉这些就是所谓的转世是怎么一种情况的话呢，那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其实每一个转世者，一个转世身份或者一个仁波切转世的话，他可能同时有好几个化身，所以同一个时间出现2个转世或者3个转世，甚至多到5个转世，也并不是一件怎么说少见或者罕有的事。那有些呢可能是生的转世、意的转世，就是生与意转世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不奇怪的事情。所以这个俄意师洛丹喜劳呢，你看他是从公元1059年到1109年，而热意师多吉扎呢，也就是热罗意师呢，是公元1016年到1128年。热意师据说他就是非常他的寿命非常长。那这里的是根据这里的记录呢是112岁，但是有一些记录甚至显示他的寿命长达180岁。那当时因为由于记录的方式是年代久远，而且在印度、西藏那些地方，所以能够考究的其实并不多。那这是一个参考数字，大家也可能不需要太执着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但是时间点的重叠呢，却是从就是历史的记录上我们可以有看到的。就比如说他们一起参加的火龙年法会，就2个人同时出现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2位意师是曾经出现在同一个时代的。那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俄意师洛丹喜劳。俄意师洛丹喜劳或者就是其实这是洛丹，无论是洛丹喜劳或者是我们在挂号里的罗丁舍拉，其实都是音译。所以无论是罗丁舍拉或者是洛丹喜劳，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如果说就是曾经有修持过金甲一护法门的，我们可能在就是这个护法的他的筹供里，我们曾经有读过关于罗丁舍拉尊者。那罗丁舍拉尊者就是这个洛丹喜劳，俄意师洛丹喜劳。那这也所以就是说所以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金甲一护法呢是由这位医师从印度带入西藏的。那这是我们对他的认识，至少我本身我对他最初的认识是因为金甲一护法。那我们现在这里开始跟大家介绍，就是给大家念这几段关于他的生平。在佛教被引入藏地之前，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个前世，出生在山南地区一个姓氏为儿的显赫家庭中。这个小男孩自小就跟随其叔父，也就是阿底峡尊者的其中一位主要弟子俄意师勒巴喜劳学法。那大家会看到这个俄意师洛丹喜劳、热意师多吉扎，这些俄或者意其实是他们的姓氏，也讲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家族的一个姓。那这个俄意师洛丹喜劳呢，就是俄就是他的姓氏。那他这一个俄呢是一个就是显赫的家庭。那这位洛丹喜劳呢，他从小就跟着他的叔父，但他叔父也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叔父是阿底峡尊者的一个主要弟子。他本身呢，叔父本身呢也是一个意师，叫勒巴喜劳。所以罗丁舍拉尊者或者是洛丹喜劳呢，从小呢就跟着自己的叔父学法。公元1076年。这位男孩在桑普内乌托市接受出家戒，取名为洛丹喜劳。而桑普内乌托市正是勒巴喜劳于公元1073年修建而成的寺院。这个内乌托市呢，桑普内乌托市就是俄意师洛丹喜劳的叔父，我们刚才说过的是阿底峡尊者的主要弟子。另一位意思就是勒巴喜劳所建的一个寺院。1073年他建的这个寺院，
那1076年，他的侄儿呢就在这里出家。那同年，洛丹喜劳参加了一场多位当代知名的佛教大师也出席的重大盛会——火龙年法会。那洛丹喜劳呢，在他年纪很轻的时候，他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有兴趣参加，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其实应该说去参加当时的许多佛教大师所出席的重大盛会，在火龙年法会，这是非常出名的，在历史上。这场法会呢，是由旧古格王国的智德王所举办，旨在促进更精准、更好的翻译作品。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当时的国王对于推广佛教啊是非常不遗余力的。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像中国仁波切的前世，就是赤松德赞，他本身也是在推广佛教上是相当尽心尽力的。而这个旧古格王国呢，目前已经不存在了。旧古格王国这个智德王，他本身也是非常注重这个佛法佛法的弘扬，所以他们特别就是由国王本身特别召开举办的这个火龙法会呢，他们目的就是想要有更精准、更好的翻译作品。那刚才跟大家说过，其实，译师在当时古时候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译师的话呢，就很多人们都没有办法去明白佛经里的含义，甚至连看都看不懂。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本身是念中文的，那叫我们去看藏文，其实我们也看不懂。那更别说是看就是梵语或者梵文，那一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就是西方人士就会根据就是从藏文或者从印度巴利文，或者是从就是主要是巴利文从藏文翻译成的就是不同传承的佛经佛典的。那我们本身就是我们学汉语的，我们看的，当然我们由于中国的佛教史非常久远，那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看到很多就是年代久远的汉文字的佛经佛典，但是在最早期它其实也是源自其他的语文，所以早期呢都是靠这些译师来翻译，没有这些译师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学习这些内容。那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心经》，那就是唐玄奘他所翻译的。所以当时这个旧古格王国呢，这个智德王呢，他当然要翻译的话，就必须有好的意思，必须很准确的。那尤其是佛法翻译，如果说那意思本身他在佛学上是没有就是没有认识，或者是没有什么造诣，没有什么修为的话呢，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翻译做得很到位。那除了有很深的一个佛法的知识之外，有本身的觉悟之外，当然就是译师的语文掌握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双语的。比如说他想翻译的是从翻成藏，那他对于梵语和藏文的一个认识呢，必须是非常深入，所以才能够把翻得很到位，尤其是佛经佛典，那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时这个国王呢，就举办了火龙年法会，那目的就是希望从中挑选出更好的人选，就是以期能够生产出更准的一个翻译作品。那最后呢，年纪轻轻的洛丹喜劳就获选去印度学习梵语，陪同他到印度的5个人当中，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热译师多吉扎。那这一个洛丹喜劳呢，就是从小其实如果大家有读他的生平，他从小其实聪慧过人。而且在他的束缚的指导下，他束缚本身也是一个著名的译师，况且是阿底峡尊者的主要弟子。那在束缚的指导下，他从年纪很轻就已经有了很杰出的表现。那你如果大家看一下他的生平，看他出世到的1076年，其实你可以看出，其实他当时大概是只有10多岁，6076对，大概是16、17岁。
那年纪很轻，他就获准前去印度学习梵语。陪同他到印度的5个人当中，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热依师。那当时同期获准前去的呢，还包括热依师多吉扎。在那段时间，热依师多吉扎其实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76年、16年，对，他已经是一个已经是年过半百。公元1092年，洛丹喜劳带着许多经典回到西藏。其中包括了佛教护法金甲衣的修持及传承。那1076年前往印度，就是获准的派往印度。1092年回国，就是回到西藏。那就是他在印度已经是待了10多年的时间。其实这相当普遍，因为其实他们也就是基本上这个旅程本身已经是相当久的。那去到当地还要学习当地的语文，学习当地的语文，然后怎么说掌握，然后还要去明白这些佛经佛典。所以待了10多年了。这个洛丹喜劳呢，他就带着许多经典回到西藏，其中包括佛教护法，他刚才我们说过的佛教护法金甲衣的修持和传承。那我们都知道金甲衣护法其实源自印度。那这个洛丹喜劳在印度呢，就接触了，学习了这金甲衣护法的法门。他就后来也就怎么说呢？因为金甲衣护法他答应要帮忙去守护西藏佛法的一个传承。那所以金甲衣护法就这样子跟了洛丹喜劳回到西藏。后来他在桑普市度过余生，一手将超过135000个梵籍译成藏文，更可以在同一时间向2万名弟子说法。那洛丹喜劳，大家如果计算一下他的生平、他的时间的话，他只活了50岁。对，他只活了50岁。那50岁。虽然很年轻就已经到印度去，回国的时候也是相当年轻，但是他在短的时间内，其实他有限的就是在短的生命中50年，看他翻译的作品是135000个梵籍。这个数目其实相当庞大的。然后他回国的时候是33岁。那从33岁到50岁期间呢，他不只是弘扬，不只是传法，那也做了很多翻译，而且同一时间就是一面在翻译的时候，他也同时也不断向普罗大众来弘法。那在高峰期还向2万名弟子说法。他在叔父逝世后呢，继承其职务而成了桑普市的第2任主持。后来在他圆寂时，人们见证了如彩虹、光及音乐等各种吉祥征兆。那我们知道，就是他的束缚，像刚才说过的，他束缚是桑普内乌多氏的创建人。他在叔父去世之后呢，他很自然就继承了他叔父的位置，成了第2任住持。其实不太久，他本身也圆寂了。当然，就像其他的著名的，就是或者有大成就的大师们圆寂的时候一样，他们圆寂罗丹喜劳呢，在圆寂的时候也出现了许多很吉祥的一些征兆。洛丹喜劳最主要的弟子是香泽邦瓦却杰仁波切及卓龙巴乃琼。好。大家看到的这个没有颜色，就是黑白线条的左边这一个就是洛丹喜劳的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画师对他的一个描绘。洛丹喜劳译师是一名伟大的译师、住持和上师。此外，他也把佛教护法金甲衣的传承和修持从印度带到西藏。那这是这个画的，就是
解释。那介绍完了俄意斯洛丹喜劳呢，我们就介绍刚才有稍微介绍过的同时期的热意斯多吉扎，或者是有一些翻译把它称为热罗意斯。其实有些翻就是翻译成热罗意斯可能是一种怎么说呢？可能也有可能是对藏语文的一种不太就可能是对藏语文可能不熟悉的人翻译的，因为在罗这个字其实指的是就是藏文的罗查瓦，那罗查瓦其实是整个字一起的是热罗，如果他们就把这个罗已经翻译进去了，其实它真正的名字是热，那热罗查瓦那就是热意斯的意思，但是热罗意斯因为很多人都也把它称为热罗意斯，所以在这本书里呢，就也把这个名字也就是挂号放了进去，方便辨认。那热意斯呢是公元1016年到1128年期间的就是的人。就在洛丹喜劳意斯的那个时代，占都国仁波切的另一前世热意斯多吉扎在祥瑞之中降生。说起热意斯多吉扎，他最为著名也不得不提的事迹，就是在西藏弘扬大威德金刚秘法。如果有大家有去读一下就是大威德金刚法门在西藏的历史的话呢，一定大家对这位热意斯一定非常熟悉，因为他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那我的接下去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早在热意斯多吉扎出生之前，便有预言说明此人乃文殊菩萨之化身。他年少时期便有过人的才智，更在火龙年法会上获选与洛丹喜劳、意斯及其他同伴共赴印度学习梵语。好，那这是热意斯多吉扎，他跟洛丹喜劳同，就刚才介绍的那个火龙年法会也介绍过火龙年法会的意义。那这位热意斯本身他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也同样的就获选成为其中5位之中的1位，参加火龙年法会，就参加火龙年法会，并获选前往印度去学习。在克什米尔求法期间，热意斯多吉扎从萨曼达斯利或者叫变直祥大师那里获得10轮金刚的灌顶和修持法。随后，他跟随伟大的尼泊尔大师巴洛金刚师学法。巴洛大师也是赐予他大卫的金刚及金刚亥姆传承法的上师。此外，他也向一位那洛巴传承弟子，名为马哈卡鲁纳或者是叫大悲上师学法，并从他那里获得圣热金刚的灌顶和修持法。当热意斯多吉扎学成回到西藏之后，他立即将所学的秘法传授给藏地的行者。在热意斯多吉扎带回西藏的众多秘法当中，大威德金刚秘法引起最为强烈的反对。人们无法相信以牛头为首的大威德金刚竟是佛教的修持，导致热意斯多吉扎遭受猛烈的抨击。反对声浪越演越烈，迫使他在别无选择之下，必须在神通斗法中将13名挑战其传承的大师杀死。他在这场斗法中使用的是大威德金刚秘法中的特别仪式。自此，大威德金刚秘法逐渐成了西藏其中一个最广为流传的秘法传承。相比于当时的一众义师，热意斯多吉扎杰出的翻译才能以及资助佛教经典的贡献，可说是造就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最大的贡献包括了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用在修缮山野寺以及后藏南部和拉妥一带的多座寺院。热意斯多吉扎的心子是热取劳，一口气就把这个关于热意斯多吉扎的生平就给大家念了出来。刚才大家读到就是这热意斯多吉扎呢，他在尼泊尔期间，他跟巴洛金刚师学法，
那这有故事，就是说，其实他是在就是他之所以会到尼泊尔向巴洛金刚师学习，就是因为其实是因为就空行母现身在他眼前，就是请求他前去的。那还有故事说，就是他空行母总共出现了2次，他才就是怎么说呢？热依斯多吉扎才出发前往尼泊尔去。那因为第1次是遭到家人的反对，那这些都是一些故事记载。但无论如何呢，他是在巴洛大师那里学习了大卫的金刚秘法。那这个大卫的金刚秘法呢，早期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西藏原本是没有的，所以他从巴洛金刚师那里学了这个秘法之后呢，要把他带回西藏，那段时间就遭到很强烈的反对，因为毕竟大家如果看过大卫的金刚的话，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以牛头为主的一个护法，就样子显得比较凶猛。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可能就无法接受，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邪教，或者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佛教护法。那就无法想象其实大卫的金刚可以说是本尊，他们对这样子的一个修持法就十分反对，所以很多其实许多传承的大师们呢，都就是对此加以抨击。那很多人就是根据一些故事上的一些记载，就很多人甚至对这位热依师使用法术了，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企图伤害他。所以就根据就是很多资料显示，当时热依师其实他是别无选择，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用回遮法来应对这些就是大卫的金刚的一个回遮法来应对这些来自各方的一种攻击。那有一些就是对他施加法术的这些大师呢，其实是在热依师使用回遮法之后，其实他们法术被破解了。那有一些呢，就是他们就是因为自己本身觉得很羞愧，所以自杀而死的。这是些故事的记载。那至于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总之不管怎么样呢，事实证明就是这大卫的金刚秘法呢，它是一个正统的一个佛教修持法。那它也就是它是在格鲁派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所以很多大师也都在修这个法，也把它传承下来。最初的把它带入西藏的就是热依师多吉扎。那热依师当然他不只是做翻译，其实他的寿命如果是长达100多岁的话，他在那段期间呢，他除了做翻译，那他弘扬这个他所学到的一个秘法。那他本身呢，对于寺院的修建呢，也是有很大的贡献的。据说他总共修缮了这百多所寺院。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野寺，我们刚才也介绍过，之前介绍过。那他这每一个大师都有自己的弟子。这个热依师就是最亲近的弟子呢，叫热曲饶。那关于这左边的这个就是热依师的一个画像。在西藏弘扬大卫的金刚秘法的热依师多吉扎是一位学者和义士，早在他出生之前便有预言说明此人乃智慧佛文殊之化身。说到这个呢，他也顺便提一提，就是大卫的金刚其实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其实如果从这里呢，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热依师多吉扎会那么致力的去推广大卫的金刚法门，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而大卫的金刚呢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那其实这个就基本上是不需要多加解释的。好，那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同样的就做一个回向。
如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曰：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三会名称是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国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师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子相属二之意，祈愿上会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也普及遍十方。上会教法聚光照三月，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那好，这些分享都到这里为止，那我们下一期再见。